消息啊？点点啊，他参加画画比赛，得到全班第2名耶！哇，真的！点点很强哦。我说很强哦，就是好厉害哦。点点很强哦，好棒哦！没有啦，还可以啦。哇，点点还真谦虚哎，还会说很做对啦。彤彤姐姐，你说什么做对啊？我说很做对啦，就是还可以啦。像我刚刚称赞点点的时候，点点就会说很做对啦，还可以啦。这个就是谦虚的表现哦。好，既然点点这么厉害，这么棒，我们来想个庆祝的办法吧。对，来庆祝一下。要怎么庆祝呢？吃冰淇淋。那我要草莓口味、巧克力口味、牛奶口味，还要……等一下，某某，这么多口味，你吃得完吗？那我们可以点不同的口味一起吃啊！对耶，点点很强哦，好厉害哦！那我们赶快出发去吃冰淇淋吧！很强哦，好厉害哦！很强哦，好厉害哦！彤彤姐姐，我的作业都做完了。很强哦！明天要上课的东西我也准备好了。很强哦！而且啊，外面天气变得好好哦，已经没有下雨了耶！哇，真的耶！那我们赶快出去玩吧。很做对的，还可以啦。很做对的，还可以啦。啦，彤彤姐姐，你觉得我唱的怎么样啊？很做对啦。那你看，彤彤姐姐，你觉得我画的怎么样呢？这个啊，很做对啦，很强哦，很做对啦。这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加油！